各位同事，今日我哋要探討當代最潮婚姻觀，早結早離，青春不留底，就好似呢盤鴨血咁樣嫩滑落肚，好過捱成隔夜渣。後生仔就係有圍巾，婚姻就好似麻辣湯底咁，越熬越上火。趁後生離佢3次婚，好過40歲先知道老婆嘅手機密碼。屌，有啲人啊，連剝皮牛都煮唔熟啊，咁個樣仲要教人嚟燉呢一餐婚姻老火湯？嗱，數據證明啊，結婚證嘅有效期啊，都要比呢一餐麻辣火鍋短3分鐘啊！喺紀錄片《鴛鴦劫》第66集，阿力嘅瞳孔倒影住火阿哥3段嘅婚姻史，喺嗰個紅油油雞浮沉啊！就好似呢急凍肥牛條咁樣，20歲入冰櫃，30歲解凍仲有血色。唉，點都好過好似瓜哥咁樣，高級和牛都要放喺冰櫃裏邊孤獨熟成。嗱，我當年呢，就係因為唔明白呢個道理，第一任嫌我窮，第二任嫌我靚仔，第3任就連呢啲長壽草啊，都識潛水啦。嗱，我就建議開發婚姻套餐，落單呢就5分鐘可以領證啦，加鐘呢就2粒鐘頭可以換本，仲可以附贈親子鑑定8折券啊！反正而家啲後生仔拍拖呢，啲保質期仲短過啲鵝腸啊！你諗下，上年黃總移婚嗰啲龍鳳粥啊，而家仲發緊毛啊！如果係我講嘅話呢，我就覺得要學打邊爐咁樣，鴛鴦唔夾呢就換全辣，辣到飆眼淚呢就當排毒。哇！火阿哥嘅結婚戒指喺火鍋底定沉底喎！哇！火阿哥用前妻啲贍養費當紙巾咁使喎！哇！嗱，你哋知唔知道點解火鍋店最驚啲客人點清湯底啊？因為平淡先係婚姻入邊嘅鶴頂紅，你知唔知啊？咁啦，搞個最新促銷，嗱，情侶領證呢送7年滋養鍋底券，離婚時憑傷痕程度換免費創傷後遺症理療。所以話呢，婚姻就好似無土咁樣，7上8落就夠鐘。中年先嚟，腸都黑啦。最終驚結婚證喺啲辣油啲浮沉啊！當血瘀水喺啲清湯入邊融化啦，木瓜個鴨底倒映住36度孤獨嘅年輪啦。唔好意思啊，遠哥嗰度俾你多2度。原來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，只不過係少年變成前男友嘅兄弟喺利是嗰度寫：下次我結婚記得嚟。